日本时代台湾若准出现女性的聊天灯，除了劫富助贫以外，应该有啥物款的特色呢？2013年全新的台语舞台剧《阮是聊天灯》，以3个无同款背景的女性做主角，结合着传统念谣加西洋乐器，带观众朋友咱来去先看先赢。少年后步定，做贼嘛着拼头命。聊天顶的真面目，若是查某的，应该是啥模样？由导演杨景祥创作的《阮是聊天顶》舞台剧，讲的是3个无同背景的女性，有魔术师、高中生，也有做人新妇的剪柳仔，做花做义贼的故事。我对这个故事的记忆啊，大部分其实毋是因为聊天顶这个人的传奇，是因为阮阿嬷、阮阿母。就是阮母系的这边的感情，我用转换一个性别的方式，然后用一个很像是一个团体，一个3人的团体去讲过去廖天丁的故事，可以带出一种更新的、更有趣的、更不一样的这种当代的廖天丁这样。杨景祥拍破性别的限制，创造现代的聊天顶。故事全程用台语发音，嘛结合传统念谣加西洋乐器，让老传奇有新的面貌。演出魔术师的王世辉讲，演戏的时阵上困难的，就是学看全台语文的剧本。一开始我们是看到台文的文字，然后从那边开始，对我来讲，我就觉得很有挑战性。女性廖天丁这个角色，对于那个时代背景，然后女性的观点实在是太难得了。希望可以让观众可以感觉到语言上的满足、动作上的满足，还有所有呈现出细腻情感的满足。2023年全新台语舞台剧《阮是聊天顶》，3月24到26在国家戏剧院演出。记者麦松莹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